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安怎？咱结婚了。有啊，你明明知影我就是知影咱的时间有偌宝贵，所以咱一定要结婚。张有啊，你袂当拒绝我。我要带你去参加阮兜的聚餐，然后甲所有人讲你江林豪是我的未婚夫。喂，阿姊，你敢有看到李志伫军组团的消息？我当爹无闲。你即马就看，你紧看啦！紧嘞！我会参加，带我的未婚夫去。你当是我未婚夫？我哪会无听过？我嘛是即摆才知影啊，叫江林豪，所以你嘛唔知影。安尼阿兄敢知影？迄天你去公司，阿兄敢有甲你讲？你安尼口问是菜市来送哦。我问你，聚餐叶冠华到底会去无？安尼你敢会带你男朋友去？陈文玲，好啊，我有爱甲你讲啊，红豆汤要煮伤烂，拜拜。即马是安怎？大家都要点有爱心。倒个，歹势，我的情绪还阁无够，敢若过一届？大个，你是咧创啥？你是咧哭，毋是闭结好无？你讲你会晓哭，结果安尼，我要甲你解约。来，这个哭出来，拜托你。喂，等下，导演 ，OK？ 给我哭出来。准备，5、你讲啥？ 4、演啥物？ 3、演你男朋友？什么啊？你即摆是改道做演员是无？对，我大概回去哦，拢感觉家己敢若演员的，安尼就麻烦你来演我的男朋友，敢会使？毋是我听无，你毋是才甲我讲你要回去兴华上班？你的意思是讲兴华需要广告演员是无？阿平，我感觉你的这下辈真正无药通医，我是要请你这个10年前的男朋友，下礼拜陪我去参加家庭聚餐，演一天我即摆的男朋友，安尼听有无？去做你男朋友？毋过你迄个开飞轮机迄个？册啊？搁册啊？啥物叫过啊？我的意思是讲册啊就说去啦。或者恁兜的人拢知影你交过足侪男朋友嘛，册过足侪届啊，应该真惯势啊。莫遐尼侪废话，到底要斗3工无？我即马真正无法度啦。是谁甲我讲，甲做朋友比做爱人啊搁较大心？是谁甲我讲，咱这些人注定是生死之交的马子？对，生死之交，我想看觅啊，袂呢，
我后礼拜要去新加坡带马豆参加车展，你就甲恁大人讲，恁男朋友去新加坡出差。你莫甲我来这套，你当一个经纪公司的大头家，凊彩找一个人替你去讲真困难。哇，你这句话讲点醒啊！我这大头家，啥物拢无欠，我就是艺人上最。我甲你讲，我介绍一个身材好、佮员工应该做你男朋友，好无？唔是，我即嘛是找你斗相共，你找恁兜个艺人创啥？莫甲你讲啊，我佫要无闲。新华附近毋是有咖啡厅叫做 Mavis 有无？2点钟了后，底下去面好无 ？OK？ 什么 Mavis 咖啡？你家己查看卖啦，等你见。Mavis，哪会敢若听过？欢迎光临。迪哥，看卖咧，看要啉啥？我要等朋友到位才点。好，你若要啉水，家己来，伫后壁，会当家己添。好。OK， 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欢迎光临，多谢啊，拜拜。阿撇，你哪会来啊？找朋友来甲你捧场啊。Hello, my friend。应该是吼。应该是啦。我共款冰咖啡。嗯。这位小姐对咖啡真讲究，所以甲恁店上国的咖啡摕出来。啊，还有，莫闹开。你是安怎包到安尼啊？你去镭射是无？直接讲正事，你到底要斗相共无？当然啦，我约你来这就是要甲你介绍优秀的男朋友，就有义气吼。好，袂甲你啰嗦，相片我看觅。我介绍人互你，哪会摕相片互你看咧？我当然是甲人约来这，互你面试。人伫倒位？就是伊啊。阿飘，你明明知我的男朋友毋是头家，就是 CEO 这款的，你凊彩找一个咖啡厅服务生，就想要应付我是安怎？你到底有要清楚状况无？伊毋是这间店的服务生，伊是这间店的头家，而且伊是硕士，人品、学历、外表拢有。就这个条件，就甲你遐真男朋友读甲远啊！而且，只不过是演一出戏啊！你莫看袂起交还，演技好，搁可靠。我甲你保证，你找袂到比搁较优秀的。我唔管，我就是怀疑。是安怎？哎呀，唔对，你的反应足奇怪的。我实在陈文琪是足讲道理的，也毋过你即马，哎呀，敢讲伊以前嘛是你的男朋友？你莫搁我白讲啊！我互你2条路，看你要清新出马，抑是搁去找别人。你哪会这歹风我袂态甲你废话啊！时间无济，紧去找人，就安尼。我，哦，原来恁是因为车位结冤仇哦，无怪伊死嘛无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好无？阿撇，你为什么要加这种奇怪的 case 啊？敢讲恁公司有啥物问题？阮公司足好诶，就是因为想好啊，我根本无闲才找你斗相共。别项我当斗相共，也毋过这吼。我真是无想要斗相共，而且你嘛看到啊，伊无爱治我，你就免烦恼啊。你讲了真轻松呢，兄弟，我敢明莫甲伊斗相共。除了你，我真正毋知影谁会当接这个 case。阿撇，我问你，伊到底是啥物人？会当互你这尔听伊的话？你讲伊哦，莫看伊装甲水当当，伊比你比我搁较像查某囝。讲话算话非常讲义气，伊咧军上这2年就对基层做到总监。我拄开公司的时阵 ，case 念伊有念伊无，
伊一句话听我，对服装展览甲广告，逐年拢好我。无陈文琪就无今日我，伊开嘴，我敢会无斗相共。原来你欠伊遮尔大的人情哦！你才知影？你若是较早讲，我就斗相共。要毋过已经袂赴啊。我伫遮拢伫要去弄病，你搁伫遐拍拉凉，你，我的头壳痛。哦，头壳痛是无？搁一杯咖啡会当伫头痛。给我2杯。哦。欣欣，回民姐，我准备一束花要欢迎文琪，你感觉啥款啊？这花足水的呢，花干那嘛足水的。回民姐，你有够用心的。迄是当然的啊，文琪的眼光足悬的。迄落回民姐，其实我听讲，陈总监的性地敢若无啥好，我有淡薄仔烦恼，要安怎甲伊斗阵？文琪伊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而且有家己工课做好，应该就无啥物问题啊。感情你阁差不多啊，感觉有欠啥物？哦，我拢准备好啊，即摆伫咧整理最后要互总监看的资料。哦，还阁有，我听讲总监就介意啉咖啡的，所以等下伊来的时阵，我就先替伊准备好小的咖啡。文琪对咖啡敢若足讲究的呢，公司的咖啡伊应该啉袂惯势。真的假？安尼我即摆出去买，你无用你下啦，咖啡我替你去买，敢真是会用啊？会用的啊。哦，多谢回民姐，安尼你才甲我讲你是要倒一间，假使总监介意啉，我以后就先替伊准备。咖啡交互我，你先无用。多谢回民姐。总监，用料的同意书厂商伫等咱的回货，你伫遮签名就好。总监，无代志，你先去无。是。欣欣，把火提走，等总监的办公室莫空火。要毋过这是回民姐专工准备的，讲是要用来欢迎陈总监的。陈总监对火过敏，你先把火提去我的办公室，我才甲回民解说，以后嘛请你较注意。哦好，我马上收起来。哦，加一张总监无甲我提醒，我都害啊！这花遮尔水，足无彩。这花敢若遮尔好看，贵起来咧，安尼就袂无采回民姐的心意啊！我哪会足巧？各位，对今日开始，陈文琪小姐担任咱兴华的行销总监，未来总管理处的业务、行销、公关各部门拢由伊来负责。伊过去优秀的成绩，咱拢看在眼内。希望大家会好好甲伊配合，协助公司的业务顺利进行。欢迎陈总监，未来兴华有2位优秀的总监带领，一定唔但好，而且是更较好，拍破啊！讲几句话。多谢大家，会当入来兴华是我荣幸。未来除了一般的业务，我甲刘总监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互兴华上柜。希望大家都会当全力协助阮，互这个目标顺利完成。陈总监，咱顶届有见过面，我叫赵代明，大家拢叫我阿明啊。中昼我经2间餐厅，大家会当做伙食饭，办一个。免麻烦大家。一点仔都袂麻烦。总监，我想讲你拄来兴华，对兴华也无啥熟，所以趁甲各位报告一下，我自细汉就伫兴华工厂大汉，兴华每一个部门每一项业务我拢熟悉的，所以免甲我当作新人。嘛免要大家食饭浪费时间，甲我泡汤，我对你印象嘛袂较好。甲你工课做好，我就真感激啦。好啊，安尼就莫叫大家拢去无用啦。欣欣，这位是刘欣欣，伊是你的秘书，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会找伊，或者是找我？唔免啦，魏欣欣就有够。哦。我有准备一寡资料。把这3年来销售业绩上好的百货公司前10名整理出来，10份整了交互我。紧去啊！是10分钟。请入来。
文琪，我想讲世界杯你订啉袂过时，我专门去外口买，你啉看卖？多谢。这间咖啡厅，我去买的时阵人去阁袂少哦。我看头家的技术不哩厉害，气味应该袂歹。所以我有代志先。文琪，我真是真欢喜你会转来。其实我之前看地群上资料袂歹，我就有建议友人找你转来，因为兴华是家己厝的啊，要拼事业嘛是拼出来呀。慧敏，我知你平常心嘛真无闲，一听到我转来，佮专工来跟我开讲，我有感受到你的好意。也毋过我甲张夫人的关系无遐尼亲，我对你的态度袂影响到你伫张家的地位，所以你无需要开时间伫我的身上。我毋是因为你是友人的妹妹才安尼讲，我是真欣赏你。你嘛毋免甲我当作是大嫂来看，我相信咱会用变做真好的朋友。总监，你要爱资料我查好啊。啊，我拄好有问题想要问你，你看一下，像这个部分，用这。文琪，你先无闲，咱后盖再搁讲。嗯。总监，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？无，你的资料我看卖。这。Mavis Cafe。后盖你来附近，会当去我遐啉咖啡，我甲你拍菜。原来是已经哦。总监，咖啡好啉无？袂歹啊。总监介意这间 Mavis 咖啡，我以后一定会去买这间。为什么遐放一个空的花干啊？本来慧敏姐专工替你准备一束花，也毋过张总监甲我讲，你对花过敏就收起来啊。总监，啊？资料敢会用？这两间百货公司我要去看卖，你准备一个，15分钟出发。是，15分钟。这敢毋是我要送互文琪的花？哪会伫你遮啊？歹势，我袂记得甲你讲，文琪对花过敏，我就请兴兴摕过来。遮尔那重要的代志，你哪会从来拢无甲我讲？啊着，无啥物特别的机会讲啊。无猜我拄则佮甲人有讲有笑，连见面礼吼拢送毋着。你放心，文琪还未看到花就摕过来，伊阁毋知影即件代志。你等下甲这台空气清净机摕去伊的办公室，就讲是你送的。原来你早就准备好啊！那毋先甲我讲一声啦。我今日拄好经过电器行，就刷手买啊。你着甲这当作是送互伊的见面礼。佳在你有准备，也若无我真是足见笑的。嘛真好。文琪，这尔拄好，你也要出去啊？对啦，我甲友人买一台空气清净机要互你哦。拄则摕去你的办公室，你无伫咧，我放喺内底啊。你若是感觉无好用，阮才摕去换。多谢你。欣欣，当总监伊有过敏，以后你到公司就甲空气清净机拍开哦。好，无问题。这个时阵坐电梯的人较侪，可能要稍等者。无要紧啊，阮无着急。对啦，文琪，
自产连有外岛的传的男朋友，你的男朋友嘛共吼。当然的啊。我甲友莲拢最想要熟悉你的男朋友的，你的标准一向拢足高的，你的男朋友一定最优秀的。喂，曾总，你先落去电话。好，对哈，我拄转来，唔知你当时有闲，敢方便去拜访你？你就爱讲生笑的。喂，大小姐，你现在在演倒一出啦？我当时变曾总。无啦，你看我创啥？人选是找着无？什么啊？你到即马还要看是无？看啥物？相片啊！我昨传20几张相片给你，你拢还要看？先生，我头一工入来新华就无用的呢。敢若你无用哦？我拜托你，紧看，看完紧一张好无？唔对，你紧3张，互我有协调的空间。知影，拜拜。所落来运动的风格继续流行，几个国际品牌设计重点，嘛会放伫时件又搁适合运动的风格。台湾的流行市场应该嘛会跟着这个潮流。欣欣，是，你去找台湾优秀设计师的资料，最好是先家己作品收集起来，互我。好。总监，迄落咱新华一向是替国际品牌做代工，请问为什么要找设计师啊？我认为新华爱开始有家己的品牌。不管做啥物，拢要先准备好。等你替我把资料找好再讲。是。Jenny， 你的眼光足好诶，这双鞋足水的呢。要毋过这个色水，我无介意。无介意哦。我要试迄双红色的。这双对无？来，我来就好。欣欣，你先回去公司处理我交代的代志，我看我再回去。好。哇 ，Jenny， 这双鞋啊，甲你的衫安尼配起来，迄个气质就亲像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同款呢。你讲了伤寒嘛？你吼，真是足敖讲话。我哪有啦？我感觉咱一定顶世人就熟悉。感谢是。我买一双，替我包起来。来，麻烦你。再稍等。好。哦，今日设计脚足酸呢。脚酸哦，来，我看卖。真是有淡薄种，我替你暖暖。哎呀，叶冠华，邓文琪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屋檐下。叶冠华，邓文琪，你哪在遮？叶经理，伊是啥啊？伊是我一个亲情啦。亲情？这位小姐，我看你生作水当当好脚好手，咱唔好好上班，偏偏要做第三者破坏人的家庭。第三者，你在讲啥？邓文琪，你莫有白讲，伊唔是第三者。伊唔是第三者，安尼咱唔敢甲伊讲，我是恁某的姐姐。林某，你结婚啊？甲伊讲清楚，你有一个结婚8年的某，佮有一个7岁查某囝，安怎？讲袂出嘴？唔是 ，Jenny 的嘴，我会去解释啦。你要解释啥？你甲我讲你动心呢，我才甲你出去约会。我搁差一点仔要甲你投资，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，我的行情拢予你破坏啊！唔是，我 Jenny， 安尼，迄个投资咧？投资，投你的头，投你的头啦，啥啦？ Jenny，对
多谢你今仔日甲我讲，才互我知影这个查甫话你是笨手。Jenny， 你听我解释。大姐，你拄则甲我一个 VIP 人客赶走，你也无经理唔好好做，某人会靠蒙来蒙去，什么意思？唔是啦，大姐，伊要投资，我就陪伊买一双鞋仔尔。伊是 VIP 人客呢，而且这个月我的业绩就可以。你甲伊赶走，我是要安怎？你要赔哦？叶管我，你莫了解我，唔知你几受啥，业绩只是借口。好，你讲，除了世界蒙卡，你搁做啥物都要去阮小妹的代志？大姐，你在讲什么啦？我怎做业绩，迄是我的代志，我有某囝爱饲呢。莫替因做借口，非得我绝对袂互你欺负文玲。我甲你警告，上好莫互我撞到你伫外口偷食，无你就稳死。唔是，阿伯阿姆，真实嘞，我最近工课伤无闲，无时间陪恁食饭，真正足歹势。免这么客气，我伫议会嘛真无闲，喊你出来食饭开讲一下。阿伯阿姆，我甲慧敏参详过啊，打算开始找厝，然后准备结婚。你哪会雄雄想通啊？要搬出来？我咧兴化的工课愈来愈无闲，嘛无法度踮咧厝内好好照顾阿嬷，所以我想过啊，不如请一个阿姨专门来照顾阿嬷。以后阮的厝嘛会留2间房间互时大。未来不管是阮爸还是阿嬷，还是阿伯阿姆想要了大规间，拢会用。安尼拄好呢。慧敏爸的建设公司哦，最近甲人合起一个社区，拢是透天厝，设计足好的，房间阁济，离咱家阁近，连工做伙去看卖啊。妈，迄边离幼儿园到真远，离兴华嘛真远，安尼逐工上下班拢足麻烦的。搁加上阿嬷的年岁已经大，带遮尔远，要安怎照顾会着？他拄毋是讲要请阿姨，你为什么搁爱逐工倒去照顾啊？搬出去嘛是住因兜附近啊，哪有人住喺后头厝附近的道理？什么因兜后头厝，家己起的厝总是较安心嘛。是安怎去外口找？我就甲你讲足远的啊。阿姆，这点爱请你谅解，毕竟我是大孙，阁有真侪责任爱担起。好，恁想清楚就好，要搬去倒位，我无意见。不过幼莲啊，有一件代志我要甲你提醒，我就干那这查某囝尔，我对伊的期待真悬。我自细汉甲栽培，就是要来接我的事业，所以后一届的议员，我绝对会叫伊出来选。你也知影，慧敏嫁互你，毋是干那做你的张太太尔，你敢有了解？阿伯，这我拢知影。慧敏准备选议员，阮爸甲阿嬷嘛真支持，请你放心。爸，这件代志一直讲，听甲耳孔拢要生烂啊！慧敏，甲恁爸讲话那遮无礼貌，真正是甲你想歹。阿伯，阿姆，恁对慧敏的期待我拢真清楚，我嘛真支持，所以我袂互我的家庭变做伊的负担。好，讲话啊算话，菜要冷去，紧食啦。是的啦，阮爸妈搁讲遐个代志。时大拢嘛安尼啊，关心就会一直问一直讲，你哦无应该应嘴。阮爸在想啥物，我本来毋知，伊就敢若吵，互人少，无讲出嘴。所有的爸爸应该拢是安尼，感觉所有的查甫人拢配袂起因的查某囝。为了咱拢讲好，结婚了后继续做家己的工课，既然安尼，就顺老大人的意思就好。我想要去做工课，搁较想要变做恁兜的新妇。这几年我一直甲我家己讲，
我要变做一个成功的查某人，我嘛要变做你成功背后的迄个查某人，甲你牵手行一世人。慧敏，多谢你陪我行这么久，我一定袂辜负你。恁爸妈这关算是过啊，刷落来就是阮爸甲阿嬷迄关啊。照你的安排啊。对啦，头前有一间店呢，我要去买一寡菜，做一寡特别料理，互阿嬷食。好啊，我陪你去。唔免啦，你毋是搁要接友哩？菜买好，我家己坐车转去。落去说你哦。有你无在学校门口等吧？是要走去倒位？今日哪剩遮济？对啊。中央你咧创啥？是要叫我导呼哦？毋是啦，阮阿兄来啊啦。你阿兄倒位啊？就穿西装迄个啊，你要动者，拜托。先生，要买冰冷无？今晚买2包送来打。唔免啦，我无食冰。我知影，头家是要买互工人食的。歹势。7包有够无？歹势。无2包好无？你真是不会买哦。借过一，借过一。有有力，我尽力啊。大姐，丢有哩。阿嬷，阿嬷，我来啊！阿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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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嬷是安怎啊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你当时学会晓报评论？我无啊，你看，无你走去评论打创啥？我去寻阮朋友笔记。这种借口你嘛讲会出来？毋是借口，迄个槟榔西施叫吴晓弟，是阮同班的同学。哎呀，我真正是去寻笔记的啦。安尼笔记咧？啊！因兜开槟榔摊，伊逐工下课拢爱去斗相共。你班同学遐济，你偏偏要走去找一个槟榔西施，你莫甲我讲只是借笔记这么简单。无简单又该安怎？槟榔西施毋是拢生得真水，查某囡仔就是上介水查某囡仔。文琪，咱即马是咧教友哩。我是伫教伊啊，交朋友毋来看人品，怪看两个人敢灭下。出来画槟榔该安怎？伊笔记做得遮尔好，无伫靠以后比友哩搁较有成就。真神呢，我甲你讲，吴晓弟足敖的，迄种我看无的数学题目，伊咻咻咻随写出来呢。真实的吼，丢哩，你搁敢讲？你功课遮尔歹，搁想要录啦？我看人搁毋敢互你录。是嘛？毋是讲功课时阵。你敢若听伊讲几句，就会当确定迄个人是好查某囡仔？无少问一个，安怎才会算好查某囡仔？哼，像徐慧敏迄款的心。尤丽，我甲你讲，我细汉时嘛过得真辛苦，不过你看我即嘛，嘛袂歹啊。所以交朋友袂当干那看因兜的环境。要毋过，假使你真是介意迄个吴晓丽，我支持你去录伊。是安尼讲无毋对啦，也毋过我无要录音呢。
是毋是查甫囝？大姐甲你讲，你千万袂当甲某咪人共款，拄着淡薄仔困难就选择反背，知影无？文琪，有你这会，较会互朋友影响，咱应该替伊注意，莫互伊错误观念。我是伫介意安怎对朋友忠诚，咱是错误的观念。你袂当因为你家己的过去，就一直鼓励伊，安尼毋是咧教小弟。敢讲你就毋是因为你的过去伫咧组织幼儿，你就是安尼咧教小弟的啊？好啊，无代志无代志。阿兄，伊毋是啥物歹朋友，大姐，我嘛无要撩伊，无代志啦。行，我带你去食牛排。好，大姐上好。喂，阿妈跋倒啊！阿嬷，你有要紧无？哎呦，啊，你来大家拢走来啦！哎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啦！阿嬷吼，会用这个82岁，免烦恼啦。医生安怎讲？除了有一寡黑青无伤到其他的所在，等大肠吊完，体力恢复就会当转去。哦，今仔日回民节毋是要去煮饭，你去灶骹创啥？真正互你惊死！啊，我就想讲吼，常常吼回民来咱兜煮互阿嬷食，我就感觉实在是足歹势啊！常常想到冰箱内底吼有一尾鱼足青的，我就煮迄落鲈鱼汤互回民食，哪会知影？鼎一个摕起来了，规个人黑暗面就昏去啊！阿嬷，刚才你无代志，以后爱较细腻。阿嬷知影啦。对啦，我有听有人讲，你转来咱公司上班啦你哪会拢无来看阿嬷啦？有啦，本来想讲今仔日去遮幼儿下课，就会当顺续转去看你啊。恁大家拢阿嬷昏去，恁才要转来看我。哎呀，早若知吼，我都应该逐工拢放回昏倒啦。阿嘴。阿嬷，是的啦，我这几冬拢伫无闲工课，较无转来，以后我会常常转去看你。阿嬷知啦，我是常常咧想讲吼，恁只孙细汉时阵拢甲阿嬷安尼黏条条呢。即摆大家大汉啊啦，虽然有虽然的代志，较无时间来陪阿嬷，所以阿嬷吼常常拢感觉安尼啦，足寂寞，足孤单的。阿嬷，我暗时嘛有陪你，你阁会孤单？唔知影是我在陪你，还是你在陪我哈？你在厝内坐着电动，一直拍，安尼叫做你陪我？我啥？我不爱甲你讲。我也是吼，甲慧敏讲慧敏啊，你逐工吼拢来陪阿嬷煮物件互阿嬷食。我若一工无看到你吼，我会有准呢。安尼啦，你当时要过来阮兜哈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慧敏啊，你逐工来陪阿嬷吼，煮物件互阿嬷食。我若一工无看到你吼，我会有准呢。安尼啦，你当时要过来阮兜啊？阿嬷，你先好照顾家己的身体，这代志吼，你莫操烦啦。好啊，阿嬷身体较好，你着赶紧起来哦。有人啦，你莫干那笑啦。慧敏这个查某囡仔吼，足乖巧的，你莫甲人恩情时间伤久。今日家仔是慧敏来呢，要若无吼，阿嬷这条命毋知飞去倒位啊。家里那好的查某囡仔，好好把握。若无吼，互人拍走，阿嬷是无才调去甲你拍转来哦。传真的一个相片给我，问题是根本无一个会当用的啊。你哪一个人在遮，无入去陪阿嬷加讲者？
我看伊甲慧敏讲得真欢喜，就先出来处理代志。哦你哪会嘛出来啊？哦，我即摆要去柜台替阿嬷付钱摕药啊。对了，文琪，暗时敢要转去食饭？阿嬷真久无看到你啊。暗时你甲慧敏陪伊就好啊。我阁有代志要处理，先转去公司啊。转来啊！你是安怎啦？无安怎啊？就今年哦，袂当带医酸出国耍，嘛袂当买按摩油嘛。嘿，冠华，你是安怎啊？是拄着什么代志啊？就工课无顺，衰到强要落漆啊！你迄阿姐哦，真正足戆的呢，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的客户面头真乱。我今年一半的奖金落互伊当去水沟啊！我今仔陪客户去买鞋啊，伊毋知影对倒走出来，2、3句话就甲我的客户骂走啊！恁细台的姊妹是专门来客我的，而且这个客户我已经经营真久啊，今仔日就要签约啊，互伊安尼舞啊，无啊啦，全部拢无啊啦！你阿玲咧？妈，你家己用手抓。哎呦，文玲啊，你到底是甲恁后头厝的人讲啥物啊？无恁大姐会安尼挑故意去得失着冠华的客户啊？我啥物拢无讲啊！哎呦，你也毋想看卖，咱厝内用的穿的，倒一项毋是冠华辛辛苦苦赚来的？你无体谅伊，你搁去甲伊拖累，哪有人亲像你安尼做某的啦？妈，你先莫生气，无我等下打电话问看卖，应该是有啥物误会啦。哎呦，啥物误会哈？误会冠华会生气甲安尼哦？你吼家己小想看卖哈，小检讨一下啦哈。阿姊，你哪会走去得罪冠华的客户？伊一转来就甲我起性地，害我去红吗？客户走去是伊的代志，凭啥物对你起性地啊？话毋是安尼讲啊，阮是阿某，伊好我嘛好，伊歹我嘛歹啊。而且阮大家讲，阮食的穿的拢是冠华拍拼才有的，袂当拖累伊啦。陈文玲，你即马是头壳歹去心？恁即马住的迄间厝是你的嫁妆呢？有迄间厝，叶冠华至少会当减拍拼20年，伊凭啥物对你起性地？讲你叫我后骹？你甲叶冠华叫来，我甲伊讲。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！啊，那我找你，你嘛得生气啦。好啊，先安尼，我不爱甲你讲啊，拜拜。冠华，冠华，我嘛失礼啦。阮阿姊的个性就是较冲动，假使伊有啥物做毋对的所在，我代替伊甲你回失礼啦，失礼啦。好啊啦，我真忝啊，我无想要讲这啊。我明仔载要穿的写字放在面床顶，你去替我运。哦。文琪，你来创啥？我离婚啊！我即马真正是独身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无？我已经甲你无任何关系啊，所以你敢有离婚，免来甲我报告。文琪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刘志芬，你骗我2年遐尼久，我即马无想要为着你浪费我的时间。要不过我为着你，即马啥物拢无啊！你即马想要越头做你造型，无遐尼简单啊！你创啥搞放屁！你搞放屁！放屁！刘志芬，你创啥？嘿！冠华，冠华，冠华！迄个查甫，哪会遐尼咧像叶冠华？伊即摆搁伫银行做业务经理是毋？对啊。上班的所在应该拢伫银行，无啥会四界早吼。恁男朋友传消息互你哦？你
团遐橡皮是要搞我威胁性，马上给我摕掉。就请啦。救我！丢飞机！我感觉文琪怪怪。是毋是伊的前男朋友过来叫了伊啊？哎，放开！你想，你放手，搞放手啊！好啦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门前，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边。